玩過飛行棋都知道，擲到6你好彩，擲到2個6你好好彩。但係如果唔通要從頭嚟過？當然唔使啦，因為你嘅升學旅程有 PolyU Speed 為你導航。PolyU Speed 係由全球百強大學 PolyU 喺1999年成立，同開辦副學位課程嘅 PolyU HKCC 同屬 PolyU CPCE 轄下，為 DSE 副學位及學位畢業生提供進修途徑，取得 PolyU 頒授嘅學士學位同碩士學位。PolyU Speed 4年全日制學士學位課程、全日制及兼讀制學士學位銜接課程及碩士學位課程，涵蓋4大領域同10大學科範疇，全部商業範疇課程更加已獲得 AACSB 認證，係香港第一間獲呢個殊榮嘅自資高等教育院校。全球只有少於6% 嘅頂尖商學院獲得呢個認證。研究方面亦都表現卓越，喺自資界別研究資助連續5年名列前3，大部分教職員嘅博士學位由全球8大頒授，有部分教授更屬全球頂尖學者或科學家。畢業生就業能力極強，獲知名企業爭相聘請。擲色擲得好唔好，純粹靠運氣，但係選擇得好唔好就要靠你自己。擲得好，自然就可以突破重重難關，唔單止唔使從頭嚟過，更加可以快人一步，理想達到。立即加入 PolyU Speed，取得 PolyU 頒授學位。